观众朋友你好，我是郭国清，欢迎收看今日新历7月16日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咱先来关心昨暗宪兵和陆军的指挥部一寡单位点伫咧松山机场演练敌人要占机场，咱的兵马怎样对敌？检察官透明约谈台北市府2个负责抽验电梯，却牵涉甲业者卡油的公务人员，买手一个交保，一个收押。三倍光用在摕去纳学费，啊，毋过饭堂还是制服的费用算是学校代收，这就无包含在内咯。观众朋友，咱先来关心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说明讲，今日阁新增加一个带病入境染着武汉肺炎的患者，迄是今年正月去菲律宾做工课，7月14倒转来到国内一个30几岁的女性。啊，目前病例总人数计共是452个。咱当嘛来听指挥中心曾仁祥发言人上届新的说明。今天我们有新增了一例境外移入的病例，这是案452，她是30多岁的我国籍的女性啊。那在1月下旬到菲律宾工作，那7月14号独自返国，所以目前当然只会针对其中的这个旅客这个一个人哦，去把他原来是居家检疫变成居家隔离哦。那所以这个个案是比较单纯的啊，因为他在6月30号检验的是这个血清的抗体啦，那血清的抗体应该是测他最近2个礼拜甚至1个月前有没有感染，但是有可能是他在检验完之后再受到感染啊。咱过来讲，台北市钱柜 KTV 的火烧引起市政府加强查办营业场所、消防甲电梯的安全问题。啊，昨检调机关所透明约谈市府建筑工程管理处下底2个负责抽验电梯，所牵涉去甲业者卡油的公务人员，买手是一个交保，一个收押。但国民体市长是讲，已经要求市府内部就要查获彻底。台北市政府秘书处长施春明到会退休，副秘书长陈志明升任，台北市长郭文铁亲身监督交接，而了2个人指挥了真好，照战功来升职。不过，伫咧15，北市府监管处有2个基层的公务人员去互检调约谈，这敢会去互资金是清廉市府的郭文铁就安尼来破功。这个我已经指定那个彭振珍副市长哦，当专案的小组的负责人了。很多事情是这样，先调查清楚再讲啊，因为到底有多少人涉案，涉什么案，然后到底是被我们委托的那个公司，你知道吗？那个作为检查的公司，到底他们有多少责任？我是相当有自信的，中高阶的不会有问题，但是那低阶的，有时候还是要去查为什么。4月钱柜 KTV 大火，烧出公安消防问题，北市府检查 KTV 的消防，包含电梯安全。监管处姓詹的甲姓周的公务员，负责建不成港设备委外抽验标案，煞偷偷请助理，对去年开始向3间业者按月收50万5块。检方透明证实，姓周的公务员10万块交保，姓詹的公务人员是去向升压禁见。国文地要求内部调查后清楚，也若是针对立法院当咧进行监察院的人事审查案，民众党的立场是一直去互质疑。国文地煞表示，民众党无欠调平。我们主张会考监两院，但是我们不会主张破坏公务。我倒觉得我们做得很好啊，每一个议题我们难道有站错边吗？没有啊，原则上还是照程序走的，该审查还是审查嘛。进党来讲也正中下怀啊，他就是他就直接投票啊。拜5就要进行人事同意权投票，但是因为国民党攻占议场，审查的程序无法度完备。郭文铁认为讲，这对民进党来讲只是拄好尔尔。记者综报道。汉光演习第4日，昨暗透明宪兵202指挥部和陆军干道指挥部这个单位，嘛点伫咧松山机场演练反空降的作战。咱来看敌人经过空中甲海岸内攻外应，要占飞龙机场，咱的兵马会怎样对敌？搁另外早起伫咧花莲甲台东的海岸嘛咧操演，要怎样消灭当伫要上陆的敌军？模拟伫红色更快的加强敌，想要攻下上山机场，而且攻占作战指挥中心。上指部基地防卫部接到命令，随派 V150空架车载兵进入防御阵地，攻击空降的敌军。支援部队出动分8轮架车，再打击部队攻击敌军。汉光36号演习，16半暝伫咧台北上山机场执行联合反空降作战。演练敌军想要攻下机场，策应登陆部队，威胁台湾政经中枢的安全。
宪兵202指挥部、甲空军上指部、陆军关指部遂完成编组，实施的项打击任务，顺利打败敌军。东部海岸嘛进行反定力的操演，花莲福特的海沙部 M60A3的战车接到命令进入炮阵地待命。105榴炮机步营的官兵嘛伫咧炮兵阵地待命。海沙堡红色的烟一个放出去，代表敌军当咧台东基本的海沙堡要登陆。3架国军 M113随尾草埔甲树林出来要支援甲布阵。了后，同行 M60A3的战车以3架的编排甲镇压，而且无记对海顶巡舰开炮。日本这个海沙堡是台湾东岸上有可能防定力的地点，因为安尼，国军用这成做反定力真重要的阵地。装甲车开始往海沙堡的方向驶，士兵嘛为边仔暗号，落尾以火力压制想要定力的敌军，顺利完成打败敌军，甲甲敌军抓起来的任务，成功守护东台湾的阵地。记者综合报道。继续来关心国防，因为中国放声讲要制裁美国迄间生产武器卖咱台湾的科技公司，但美国国务卿麦蓬佩奥就讲，卖军火予台湾完全是配合美国外交政策，望中国政府都要重新考虑迄战决定。咱国外交部话嘛打硬，讲若放这款话是无理的威胁，因为采买这的武器是咱伫咧保护台湾的主权。美国国务院初九批准卖予台湾爱国者3型防空飞弹演习案，去予中国强烈反对。中国外交部佮呛声要制裁主要的承包商洛克希德马丁公司。针对这个代志，美国国务卿蓬佩奥15日伫记者会顶悬表示，对待军售案完全符合美国的外交政策，针对北京的决定是感觉真遗憾。I regret that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hose to make that threat against Lockheed Martin. It's not the first time they've chosen to do that to an American contractor who was working on a program that was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aiwan. So I regret that. I hope they'll reconsider that. 其实这嘛不是中国头一届表示要制裁。2019年8月份，美国批准卖予台湾 F-16V 战机，中国迄当阵嘛表示要制裁负责的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台湾外交部是谴责中国无理的放调甲威胁的行为。我们跟美国采购这些军需装备，事实上是捍卫台湾主权维护我们安全的一个必要的举措。当然，中国对于美国对台湾军售提出这些无理的叫嚣，以及威胁这些相关的厂商，我们外交部但给予这严正的谴责。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是美国下国航太、防卫、资安甲尖端科技的公司，是全球上大的武器制造商。针对中国表示要制裁，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则是发表声明表示，甲美国政府伫咧国际客户的军售是密切合作。华盛顿邮报是指出，洛克希德马丁伫咧中国的业务敢若占总收入的2%，中国制裁对因来讲会使讲是无啥物影响。记者综合报道。来看立法院监察委员的人事审查来到第3日。国民党立委同款咧占领主席台，民进党是强调讲，明仔载决定会照安排表决。时代力量这边是表示，望尤锡坤院长都要紧调集各党来协商，因为院长搭讲，政人都若拢出嘴，卖出手，党议权的审查念咪就通开始了。原定监察院人事审查进入第3天，16早起，国民党立委继续占领主席台，国办抗议当局看板，要求朱朝阳撤提名。院长来即顺台全会路线转长，监院人事审查继续空转。早起一度传出议长将被夺失清场，国民党团9点临时取消记者会，哪位等到议长来收尾，都惊搁一摆被清场，唔敢代议。因为现在局势有变嘛，就是不知道那个民进党会不会随时给我们突袭啊，所以我们现在都在里边不敢走啊。民进党团表示，哪位被提名人拢到场等待被审查，希望17会当如期完成。监察院人事表决强冲双赢。连下立委郑文平更加是批评，那也全力的主动当局是为了高雄市长的补选。好，那现在在领议场也遥遥无期。我们这样想破头，除了为高雄市长选举，希望帮他们高雄市的候选人多拉几票，帮韩国瑜报仇。不过，民进党团强调，17会如期表决，也引起在野党的不满，认为无经过实际审查，违反议事规则，呼吁立法院长召开党团协商。这个程序确实也有
被宣告违宪的可能，有跟院长表示说不应该比如说在星期五的时候就行使这个人事同意权。到现在为止，一切都是符合议事的规则。如果各党团都能够按照议事规则来，就能够通过。立法院长游锡堃表示，目前会议拢照议程继续进行，各党团只要是动嘴无动手，依照议事规则都会当顺利进行，监议人事同意权。另外，顶日议场暴力冲突，拿牙批评立法院长滥权动用检察权。游锡堃表示，警力部署是为了保护被提名人，助力涉及冲突也会依法审办。监议人事案决定17，今次佫引起新一波的冲突，互人关注。记者综合报道。关心的报上届新的消息来讲，振兴三倍券若提起来，囡仔时代的学费规定是会用得。毋过饭顿也是制服这款经费，算是学校代收的，就袂当包含在内。无过有家长讲，摕收费单去银行用三倍券来袂行，但经济部就表示，直接对学校纳就好。毋过也有校长咧批评讲，安尼就是加增加学校办事人员的不便。带两个读小学的学生做回去邮局，中小姐用几分钟的时间就领到3倍券。除了香烟不可以买以外，其他都可以啊。他是这样说的，拿到的时候就是想买一些，一次性用完的那一种。3倍券用途是真快，不过也是有真侪民众唔知影讲，原来合杂费、幼儿园的学费、佮补习费买当来使用。你反正都是要用的嘛，本来就是要缴的啊，用3倍券就可以缴，也不错啊。要安怎用3倍券落学费？有家长伫面册社群问讲，去超商是录袂出来，是因为学费内底中昼顿佮有制服是代收代办费，无伫使用的范围内底。另外，嘛有家长问讲，去台湾银行嘛互人拒绝，问讲是倒位才通收。对这件代志，经济部是表示讲，用实体券直接交予学校是上方便。毋过，嘛有各中的校长批评讲，政府要顾虑到后续核销的成本。为了要避免这个现金去收现金造成很多还有假钞这些等等的问题，那学校也没那么多专业人员，其实早就用金融支付来让这个事情变得比较便利。就到现在呢，变成把现金变成要我们好像要回到类似像收现金，又不是现金这件事情，是不是又开倒车？洪校长是讲3倍券是来刺激消费，用来落学费是和原本的想法无同，即马嘛无考虑到执行的状况，真正是真无彩。记者综合报道。过来讲，早起股市开盘12点是啊翘在，毋过进前入去新股票护盘的国安基金，那还未要处理手头的股票踢出市场咧。专家分析讲，这就是要加强投资人的信心，是讲今日的指数确实有较迟。下晡当咧举办法人说明会，台积电这间大公司介绍的表现也无介好。台股早盘到29点，开出12173点，到10点18分，台积电6个趋势加重，盘中6个幅度佫扩大到2.2%，拖累指数是落超过80点，爬到12100点的关卡。毋过台股最近也是维持万二的关档，国安基金15召开例行委员会议，认为讲国际疫情也是真严重，无讲真乐观，真罕尼快决议继续收款护盘，这个机动拍破英国的例。根据国安基金条例第8条的规定，市场有失去特殊的时阵才会当入场。第11条嘛规定，基金达成安定市场的任务了后，必须要处理持股退场。目前的现在成交量都是1-2000亿，你说10来亿能够做什么？所以其实那个资金其实不大，但是对市场的信心面相对比较大。但是嘛有专家认为讲，伫咧股市已经稳定的状况之下，国安基金因为疫情的因素唔敢退场，但是疫情继续一两冬，国安基金变作常态化，除了违反条例，时间也是久长，效果嘛会变歹。尤其是台股最近伫咧关档平盘的变化，本益比嘛较悬。先期类股合入中天，前几天嘛出现起电到落停，和股民是海惨。外界烦恼讲股市敢是有水泡化现象。绝对要看基本面。我想股市高点，尤其现在大家都蛮担心是一个泡沫，大家都担心是不是高点。我觉得找基本面还不必那么担心。若是国安基金无退场，市场认为讲应该是考虑到目前当咧拄款式的大月，场边太平会增加投资信心。但是专家提醒投资人伫咧操作点管也是爱加看卖，而且注意基本面。记者综合报道。过来讲，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 NCC 早起通报全世界头一波网络视听服务管理法的草案，规定讲经过网络系统播影片，互人客收看的业者，拢都要立案登记。那非法经营的电信公司嘛，袂当去应付因的需要，若无就要罚惨罪。
刷落去，阁会开公听会，了解各界的主张，才送草案去行政院审查。人合作 OTT 专法的《网际网络视听服务管理法》草案 ，NCC 伫咧15通过，嘛加做全球第一个规范 OTT 的专法，希望会当阻挡违法的业者来台湾，还佫有内容盗版等等的问题，嘛保障公众的视听权。有学者认为讲，这个动机甲想法是真好，不过具体要安怎执行，还佫有真侪讨论的空间。你立这个法或定这个政策，基本上你想要达到什么样的目的，而你定的这个法确实能解决。那才是有效。你说大放小，什么叫大 ？YouTube 是我们现在都公认的是一个最大的影视的网络上面的一个平台。那小要多小？你认为不足以造成危害？草案内底明定，像 Netflix、网飞、Line TV 这类 OTT 的业者，都爱甲 NCC 登记，采取掠大放小的精神，还佫爱定期公开营业额、甲使用的情形等等的资讯，嘛袂当提供危害国安、甲治安等等的内容。也若外界关心的非法业者来台湾的部分，草案指出，台湾业者袂当提供电信、网络、云端服务予这类的 OTT， 而且嘛爱配合阻挡非法视听服务的内容，若无会当裁罚。有线业者认为讲，伫 NCC 甲 OTT 的业者定专法的时阵，会当连带探讨相关的法令，和有线电视甲 OTT 有共款管理的立头。就是一个低度的登记哦，不是合可哦，我们国内的都是合可制。那当网际网络进来的时候，我们当然要去看检视我们本土业者有没有办法跟国外的业者竞争。那现在的答案是完全不行的，产值规模差异太大。第二个就是说，本来就存在法规规管不一致的情形。NCC 指出，针对 OTT 专法的讨论，牵涉的层面是真宽，完整条文的内容，按算上紧会伫1-2礼拜以内整理确认。后手阁会举行公听会来听各界的意见，互专法更较周至。记者综合报道。再来讲，经过网络，外人对外国买食品寄回来，即马是真实行。不过，这四手啊脆食面，实在拢无经过主管机关的查验，咱嘛知。但食品药物管理署嘛按算本地规定，对外国寄食品一款分类一日会当有6公斤免查验，未来会改做无分种类，一日的总额就是6公斤内，啊若无就会重罚。哇，买真多，然后下面是妈妈买的。YouTube 真大方的分享日本真有名的四手仔，购物车顶悬拢是要早转来台湾的物件。若是无法度去日本，伫咧网络顶观察，嘛会当看到5花10色的连锁代购。啊，毋过这款的食品敢真正安全？要卖的这个用途的话，无论这个数量的多寡，也就是说，甚至小到1公斤500公克这种数量，我们都是会要求要在边境做一个查验的动作。食药署强调讲爱先查验，啊，毋过嘛发现最近这几年有愈来愈侪人加做家己要用的名义，一家寄几10公斤拄国外来的糖仔饼等等的食品，违法伫咧网络顶悬伫卖，毋若规避查验登记，嘛无法度知影讲食品敢有符合国内法规，尤其是包装顶悬无中文的说明，可能互民众无细致去食到过敏的食材，变做是安尼空芳，所以伊个会修订数值食品的查验条件。我们以往可能不同类的食品可以分别带6公斤以下的免食品查验。输入到国内的部分，在未来所有种类的食品的一个加总，那加总起来大概就是限量每日可以6公斤以下。我不会在网络上买超过6公斤，对吧？所以应该还好，对吧？除了5门更定类的食品，还有红蚵仔的配方牛奶粉，食药署会限定其他国外炸转来，也是寄转来糖仔饼等等的食品，大工袂当超过6公斤，违反的人会当处罚3万块至300万。希望预防被追回的人，草案自今开始60天的预告期，来听各界意见，上紧会伫明年初就开始。记者综合报道。手面趁食的人讲到发钱，就真辛苦。咱来讲，台湾铁路局的产业工会出面表示讲，今年交通部代替人员加班的预算偏了不足，地区当有超过1000个列车长和100外个调度人员，连5月加班的费用，即阵都还未领到。但因也已经甲各县市政府申请劳动检查，望通查明欠薪水的情形。代替公司这边是讲，公务机关一定会照步来补甲到。6月底的时候就没有领到5月份的加班费。代替有调度员的加金铺3-4月的加班费都入销啊，也毋过5月份的加班费却一直无入去。代替负责监控列车运作状况的900位调度员，甲全台至少1000名的列车长，拢发生5月份加班费被欠的状况。
互代替产业工会烦恼7月份的加班费，刷落来可能也未准时给付。至少5月加班费被欠发的就有1000多位，那每一位又有5000到1万出不等的金额，其实对台铁的员工来说，每一个人少5000到1万，其实是蛮多的钱，它有可能就是房租或者是我们的生活费。如果是车长同仁加班费的话，有大概1万多以上到2万，甚至3万都有。如果车班已经有欠的话，听说7月份连全台车站的加班费也会欠。为什么会特别到公家机关的加班费呢？工会发现，原来是出自交通部预算编的不足。108年加班费决算明明是开6.45亿，不过109年的加班费预算却只编列3.64亿。虽然用意伫咧尽量符合这个指标，减少代替员工加班，不过能力还未补足的情况之下，有员有加班的事实。直接在这个预算上就直接把它砍半，然后等于说是逼台铁局说你今年要实施4轮3班。但是实施4轮3班的前提是我们的人力要补足，对，然后而且你要给我们足够能够替代加班费收入的一个薪资的提高，但现在是完全没有的。代替回应，公家机关一定会依法行政，被欠员工已经在进行走公文的听书，补充交通部整列加班费预算。代替产业工会强调，已经发起全台劳检申请，由各县市政府劳检拨点出各车站的欠薪情况。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国际的消息，香港立法会议员民主派初选的结果是主张积极抗争这派候选人，比较本地民主人士受到较侪人来支持。昨抗争派候选人嘛出面讲，望要和民主派迄边整合。针对国家安全法，因嘛会坚持反对大地。个另外，香港政府表示讲，美国若要停止对香港的制裁，就要先研究看，敢有违背世界贸易组织 WTO 的规定。美国总统川普将宣布被制裁限制香港自由的人数。媒体偏北社就讲，北京团队初步所提出的制裁名单，本来包括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加中国国务院副总理韩正。不过路透社引述消息讲，川普为着要进一步激化加中国的紧张关系，目前排除制裁中国高层官员的可能。香港政府批评美国碰到人权、民主加自治的口号，推出一系列制裁加措施。就是要借机会打击对手，也讲香港伫1國2制下享受單獨關稅區的地位，會研究美國取消香港議會提告是唔是違反世貿組織的規則。國家安全係任何一個主權國家所享有去維護自己國家嘅領土完整統一同埋主權嘅好基本嘅立法權利。如果有任何國家因為係希望可以用一啲措施去干涉其他國家嘅內政呢，呢個呢係會違反咗一啲國際上邊嘅準則。港版國安法雖然阻擋香港嘅民主運動，不過頂禮拜六民主派舉行初選，依然有超過60萬人投票，是主辦單位預計17萬人嘅3倍以上，人數甚至已經到2016年頂一屆立法會選舉民主派得票數一半。這場非正式的初選，目的是在整合反對派勢力，以便在9屆立法會選舉時陣出現分裂。結果顯示，新世代本土抗爭派已經成為主流。5個地區直選加超級區議會初選裏面，抗爭派有6個人得票率排前2名。During the primary election, which is after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law, our vote is our voice being heard in the global community. And today, 16 candidates from the protest camp hold the press conference. We urge and raise the possibility, hope to have dialogue and discussion with other elected candidates in the primary election belongs to the traditional pro-democratic camp. 吳志峰喺15日記者會講，在北京打壓之下，反對派無分裂的本錢，希望會大家泛民合作，共同爭取地區直選裏面的23個席數。抗爭派也講會堅持到底反對國安法。在港府加中聯辦表示，這場初選違反港版國安法了後，身為主要籌辦者的前立法會議員歐樂軒15日宣布退出初選的工作。伊講伊的承擔已經到前方。記者綜合報導。過來講歐洲的愛爾蘭這國，進前有猶太世界出名的美國蘋果手機啊公司減輕真濟稅金，結果煞去歐洲聯盟調查出來，對法院提出告訴，要求蘋果公司都要補130億歐洲票，就是超過4300億台票的稅。結果7月15，歐洲普通法院判決講這條數唔免答，
欧洲联盟拍算是袂让手，可能会赶紧搁提起上诉。 Second, annuls Commission decision EU 217/1283 of 30th of August 2016 on state aid implemented by Ireland to Apple. 欧洲法院10个月判决打出来，美国科技大厂苹果就税省130亿欧元，超过4300亿新台币的税金，这嘛代表后面向苹果公司逃税失败。法官认为讲，后面执委会针对苹果旗下的2间分公司得到爱尔兰政府和因的选择性经济优惠和国家补助的指控无正确。有分析师表示，爱尔兰和下国企业的优惠税务，佫唔拿苹果一间。And the EU argued, let's say that the way Ireland was attracting business was a form of distorting state aid by Ireland to, in that case, Apple, but as Ireland doing to many other companies. 后面甲苹果的司法诉讼爱讲到4档前，迄当阵后面经过3年的调查发现，伫咧公司所得税标准是12.5%的爱尔兰，却互苹果干那付1%。伫咧2014年，苹果佮干那付0.0005%，而且这两甲苹果伫咧1990年和爱尔兰签的税务协议有关系。Member states cannot give unfair tax benefits to selected companies. 欧洲执委会认为，苹果比其他企业摕到更较侪优势。2016年决定讲，苹果公司必须要保留2003年到2014年要甲130亿欧元的税金。了后，爱尔兰政府和苹果公司提起诉讼，就说讲败诉的判决已经出来呀，但是后面也无按算要放弃。There's not much more we can say on today's rulings, that we will study it carefully and we will reflect on possible next steps. Irrespective of this legal judgment, there is a fundamental question about tax fairness. So 目前后面还有14天的时间会使提起上诉。后面最近这几年，针对成员国和企业签订所谓的甜蜜协议的税务优待开始调查。不过去年后面向加币连锁商星巴克来讨3000万欧元败诉。另外，IKEA和 Nike 嘛涉嫌甲荷兰政府达成甜蜜协议来逃走税，两件案件嘛搁伫咧欧洲法院审理当中。记者综合报道。倒转来关心国内各地头的消息，今年台北市6月温度是100外冬来上热的一冬。但成功大学阁观察到，虽然同台北市市内拢总热，不过关低温也是有争差。台北市的艋舺、中正、大同，和新北市的邦桥、三重埔这5区温度上介悬。学者嘛建议讲，都要大片落去种树啊，设法甲路让风去行。若无热天的温度，惊的是一年一年一直悬起来。天气小炎炎，工人伫咧外口做工课，找到机会就一直咧切歌。遮尔热的天气，啥物人拢袂堪折。前一日，成大建筑系研究团队伫咧上北总共设40个温湿度的监测器，观察热岛效应真明显的大台北地区的温度变化。结果发现，台北市的艋舺、中正、大同，还有新北市的邦桥、三重埔等5区平均的温度，却比南港内湖悬要2度至2度半，变作极端的热区。这几个高温区几乎都在盆地的中央哈，然后外界的譬如说风来降温的这个条件跟机会就会比较少。都市的高密度的发展啊，街道比较狭窄，风进不来。然后空调的使用增加，户外就会变得更热，是造成这一次高温跟低温有这么大差距的原因。学者表示，民众行伫咧都市的街路顶悬，感觉比郊区更较热，这就是都市的热岛现象。过去的研究显示，都市的热岛强度，热天会比春天、秋天、寒天更较明显，暗时嘛会比日时更较明显。但是今年的研究发现，上北的都市热岛强度，伫咧日时甲暗时差不多拢同款，显示状况是愈来愈严重。其实，都气象局的观测嘛，当发现，今年敢若5月份、6月份，台湾黄霜雨季就创历史上上热的纪录。13个测站平均温度是到28.24度，是1947年以来上热的黄霜雨季。台北市的6月份高温的纪录嘛已经到38.9度，是1897年测站以来上热的6月份。在5月的时候，基本上梅雨。比较集中，大概集中在5月中下旬这一段时间。在6月的时候，太平洋高压基本上是偏强，所以5、6月整体来看，基本上温度真的是有比
以前就是在气候值上面来讲是相比是有比较高的。到底要安怎解决大台北地区烧热的状况？学者认为讲引风岛是关键，像讲大东区会当利用延滨河滨公园甲台北桥，万华区会当利用青年华中河滨公园、华中桥来做引风岛，中正区是爱利用中正河滨公园、中正桥来引入河甲公园的风，这个配合大面积的绿化，减少空调，而且搁爱有热远的地区，甲路流互风来行，才会当达到全面降温的效果。记者综合报道。镜头刷到南昨咱有报讲森林卖了大速绿荫连坐第二场发生火烧，起予县府重罚500万，搁下令停工。当早起，县府也派出事故调查的监督小组，邀请专家入去厂房内底勘查火烧的现场。过来就要等3天内，大速绿荫这边提出调查报告，监督小组才会落去开会，详细理清事故发生的因端。台塑化卖了另二场15号发生火灾。为了要厘清事故如何发生，文管府16号上午由事故调查小组要求管府各局处和专家入去火灾厂区现场，希望透过访问员工深入了解事故发生的原因。这个部分的话，其实一定要到现场的话，我们再去做现场的一个包含一些那个有出事故人员的一个访谈记录的话，我们才有办法把整个事故的一个发生原因跟状况来做一个了解。经此这次大火。云林县政府先开发大数500万，并列入该场停工。但受影响的不只有当地，因为当时的浓烟有人往北吹到彰化县的大城乡。15号尾暗暝，大城乡的测站空气品质的指标数值118，空气品质是全台上歹的。PM10的那个日平均值是125，那大概是超过日平均值的那个2点多倍一点点。除了测站的资料的观察以外，我们还有去做那个有机污染物的一个采样啊，那后面我们今天还会跟农政单位啊，去看周边的这个，看有没有特定的这个溶鱼有没有受损啊。彰化县府嘛将调查空气的污染是毋是受到6轻的大火的影响。至于温管府表示，去年4月份6轻嘛发生大火，后来这个成立事故调查监督小组。这次大火入去场现场记录，会阁来整合6轻3天内所提的调查报告，再来开专家小组会议，厘清事故的原因。记者向中华军人报道。过来讲，1981年，台湾大学学校内研究生图书馆边的草埔顶，有人去发觉到对台大出业去美国留学的学者陈文成的信息，到今真相拢还未查明。到7年前，台湾大学学生会甲学校提案讲，要将迄片草埔号名做陈文成纪念广场。经过真侪年的波折，早起纪念广场的建设也正式开始动土了。因为历史的这种被掩盖啦，那个谬论啦，把蒋经国奉为是民主化的一个推手，其实他在白色恐怖，还有在80年代、90，其实都是他是一手在控制的。所以这一点我想对台湾的这个还原历史是很重要的。所以是二姐就说，国民党欠他一个道歉。对2013年，台湾大学的学生和教授做伙提案，陈文成广场开始号名，一路进展到规划设计种种。陈文成基金会这边嘛表示讲，过程确实艰难。台湾大学学生会会长也讲，纪念广场动土就是进入下一阶段。嘛望讲社会爱了解甲体会陈文成受灾难的历史，咱就唔通放袂记才好。咱话来讲，台南市一个高职1年的学生，对去年入学开始，就去互6个同窗的欺负，有时泼水糟蹋，有时起骹动手，结果伊连讲都唔敢讲，一再吞吞甲四边的同学看袂做阵，替伊通报学校，代志才出破。当伊的四大人嘛决定要甲遐欺负人的学生提出伤害告诉。我读册读啊，你互做到点老师拢唔知影，你敢对？阿嬷挽着孙仔的手，口气是真唔甘，因为宝贝孙竟然被欺负10个月。这是一间台南的高职发生的校校欺负事件。画面中的查甫囡仔拳头一直拍伫另外一个学生身躯顶悬，边仔的同学看到，唔拿无阻挡，都继续吵闹，红牌学生心理受到伤害，需要辅导。学校已经受理了这样的一件家长的这一个通报这个事件，那我们也往向上去反映了。那预计会在按照这个程序去召开相关的会议，来协助这样的一个事件。
虽然学校即马要做调查，但是学生互欺负遮尔久，老师进前说只是个案处理，无发现问题的严重性。林本基金会认为学校的处理伤慢，嘛伤过离谱。长期的被欺负10个月，学校可以不知情，好一副状况外，然后等到事情发生之后呢，又变成说被欺负的家长要去告欺负人的家长，然后整个事情的发展好像就是不干学校的事情。林本基金会认为，拄到学生互欺负的事件，应该去了解其中的缘故，无应该简单用记告来交代过去。若无互欺负的学生，后壁可能要承担更加侪的欺负。另外，国教署嘛应该要严格来监督，组成专案小组来了解学校的状况，避免同款的代志搁发生。记者陈焕武、柯正俊台南报道。我来看东部的消息，进前花莲县的民众去抗议北方公司起市价场，争取了有成功，但一寡较大组的开发案嘛开始受人注目甲检讨了。早起就有上千的原住民去到县府，来反对光复乡一片大型的拓幕场，还佫有红林镇建设太阳能供电的开发案。为着反对大型市区场进驻花莲光复乡，包括红林镇、玉里镇，几啊千个原住民去花莲县政府头前的大埕举牌抗议。大家上界生气的，就是这间拓幕业完全无甲在地部落协商，一点也就无尊重原基法第21条。我们希望县府说把它暂停，我们不要。我有问过那个老板，他跟我讲，这个我没有我是合法的申请，我没有必要跟你们谈。现在所看到在台面上。所有重大设施的养殖场都忽略这一条，都没有跟我们部落，都没有跟我们乡镇来做协商。花莲前北方市街场去互民众抗议撤照了后，地方真侪大型的拓幕业拢受到大家关心。县府强调讲，会要求新的开发单位爱甲民众沟通，规划合作业者是爱提升设备，而且甲东华大学合作修订拓幕业管理自治条例。7月28、29会在北中南再开3次的咨询会，让整个畜牧业自治条例的草案，那么草案拟定之后，花莲县政府接着会进行各乡镇的说明会。另外，外口还佫传讲，花莲国内有真侪大型的太阳能供电开发案。针对这点，县府强调讲，县府核准的敢若有3间供电业者，总面积是4.6公顷，调峰农场66公顷的供电开发案，审核单位是中央经济部。记者综合报道。另外来讲，台中市府和市议会中间一片市政公园的停车场，这是7期中华区的黄金地界。当时有民众去发觉讲，停车场内底天棚漏水漏甲已经结水滴形体石啊起来，啊地板涉水嘛真严重。市府建设局是表示，会涉水就是地下蹲雨水的槽啊压力过头大，啊天棚漏水的问题嘛同款的请厂商赶紧来改善。近日喺台中市政公园的停车场，天棚出现不明水痕，维骨西出总入时，还有民众去到外面，等过漏水累积，地面嘛出现膨起来，和民众是无法度接受。所以避开这些地方啊，对啊，那我就觉得也是希望能够场地可以好一点的。日地下二楼更加严重，车道的地面破起，规片落落来，佫呈现混状，停车格出现大片水痕。详细一看，水是为涂骹渗出来，和民众烦恼，停车场的安全可能有问题。我会蛮担心我小朋友跌倒的。那再来是身障人士的话，他的轮椅的行走的状况，是不是也会影响到他们行走不方便？为伫台中市府甲市议会之间的市政公园停车场，涂骹2层停车场会使容纳899架汽车、400架机车，嘛因为为着黄金地段，那平常时啊拢是上班族使用，假日时啊嘛拢是设计车条，使用密度真高。不过民众指出，真侪所在拢漏水、渗水真严重，公共建设的品质出了问题。下方是有一个雨水储存槽，然后那个是我们当初设计师为了收集我们的雨水，然后可以做一些浇灌的措施，所以后来因为水压比较强的关系，造成它抽水的效率可能比较没有那么好。台南市建设局指出，这座停车场为103年完工启用，陆续发现40外项缺失，今年才开始进行改善，目前敢若存渗水甲漏水的问题，除了要求厂商来改善，卖调节地下水槽的水压，避免状况再发生。记者台中综合报道。
倒转来关心咱绿岛的生态，目前所在绿岛海底动物卵生的有168款，定壳的有75种，那刺皮这种的嘛有48款。尤其海平地生物的形体特别丰富，比较海底加真侪款。无怪讲近来每时来绿岛行海平探查海洋生态游览活动是特别加热，烧钱人拢爱来。秀罗是绿岛观光大馆，暗时伫海坪灯火实际，一天游客由岛南湾船岭伫海坪探索无群的海洋生物。伫绿岛海坪会当看到几种生做色水无共的海藻，画真少看的。这种长长的一条看起来像海蛇同款的生物，也是海藻的一种，叫做斑毛参，伊一离开水面，只剩薄薄仔一片皮。这条斑毛参它体内80%-90%都是海水。到绿岛海坪需要专业的岛南湾船领，才会当安全的行伫大岸上，欣赏到特殊的海洋生物。那运气好，也可以当看到海麒麟。不要去摸这个海蛞蝓哦。本岛看不到的东西或是生物，觉得很特别。就是小朋友比较少接触这个夜行性的这种海洋生物啊，那一定多少一定会有教育意义的。岛南员工因为绿岛推动海洋保育，海坪真少有人为破坏，真适合推动生态探索游艇，对予游客了解海洋保育的重要有帮助。我们尽量的就是把生物放在水里面，我们静静的去观察它就可以了。绿岛海坪4块肺海蟹有超过300多种已经知影的生物，有真侪是平常时真罕看的，引起游客好奇。也毋过岛南湾保育有一寡生物有毒，像这种各毛虫都有毒，游客千万唔通乱摸无了解的海洋生物。记者综合报道。台湾的艺术水阁好，国情解说2句啊，互你做参考。解说，解文说字，讲绿岛说绿岛。咱若讲到绿岛，咱想到过去台湾歌内底有咧唱绿岛的歌诗，是啦，有迄种欢喜的，毋过嘛有迄种哀悲的。见面咱先来听国情招你做伙来欣赏文系老师家己对日本歌词翻过来，绿岛之夜的歌词头一拍讲，月光暝点在树骹，大家快乐来念歌，唱出着甘蜜歌声，互人心欢喜哦。乌乌的长长头毛，可爱的姑娘。可爱的姑娘哟，相信讲，若真侪老辈对这条歌是真了解嘛，真爱听。照国情所在，这条歌日本原底迄条歌是咧描写九州东南边海面一块足大片的岛，经过文学老师描笔，甲写作绿岛之夜。搁来歌词内底第2拍讲，乡村的迎神祭典7日又搁有7夜，大家来海边跳舞，月光的暗暝哟，破角声一只一只。船只要出去，哦，是啦。相信讲听到这个歌声，咱嘛会羡慕，咱心内嘛想讲，若热天去到绿岛养赏这款景致是上介好的享受。毋过你敢知？讲过去绿岛另外一站的历史，就是咧关于政治犯，就是咧关于动刑犯。毋则这受刑人，这同学，原来有一条歌是对日本长岛变门记内底改编过来，咧唱受刑人的心声。头一拍国情来扣歌词讲，通一令逼阮离乡，关愤孤岛中。军令严，忍耐服从，时常念家乡。故乡的乡亲滋养，不时浮在脑海中。这款的运命，啥人袂悲伤？你若听《长岛变门记》，过去真流行一条曲调，改变做这条绿岛叹，你相信也会感慨，也会体会讲，原来失去自由是这么惨切，这么艰难。当然，因为政治失去人权、失去自由，才会受刑人。目前青春包含因的性命，真侪拢牺牲。咱伫绿岛后人权园区咧，甲因纪念。嘛有真侪是家己行毋着路，就爱去到台东绿岛。过去人讲火烧岛，另外嘛有片名，因绿岛才有一片油仔湖，所以嘛有人外号讲做台东油仔湾，去到遐关混。这个受刑人，这个家己行毋着路的人，伊心内心声就是讲：错大基督受克亏，今日来即位，男子汉流着沾泪，全望颜南飞。大海茫茫四面围，寺庙倚门望镜归。绿岛的碧水，难舍阮前非。是啦，这唔知影讲是虾米人作词的歌词，照讲就是点伫咧绿岛，这同学、这受刑人家己编出来。绿岛有笑容，嘛有哀悲。相信讲去到遐行搭的朋友，你就爱万项拢甲体会，了解历史变迁的过程，咱就爱理解，互伊在基。过来关心咱的环境。过去科学家捌提出海洋塑胶生物库的主张。
当然，国内研究证实讲，塑胶幼粒啊，会互海草这款浮游的草啊分泌出来的物质，搁较黏，搁较会咬卡垃圾。啊，另外，英国的研究嘛发觉讲，海山边、海波塑胶顶，真侪塑胶幼粒啊所含一寡有抗药性的细菌，会对塑胶粒世界流去到世界真侪国家。热天垦丁的海沙坡，人是客客。海生馆的副馆长陈德豪甲研究团队发现，垦丁的海沙坡普遍拢有5米以下的塑胶粒啊，也若沿海有95%的鱼啊，消化道内底拢有微塑胶粒啊。海生馆的海龟是100%体内拢有塑胶的海洋废弃物。39只的个体，100%这些海龟都有拉出塑胶垃圾。那这些都是肉眼可以看到，塑胶袋啊、绳子啊，或者是碎片，在垦丁的沙滩这个地方，微塑胶是无所不在。世界拢有的微塑胶粒啊，顶悬有抗药性的细菌。英国的研究发现讲，海沙坡顶悬的塑胶微粒啊，有大肠杆菌，也佫有抗生素、抗药性的细菌。也若海洋内底形成的塑胶生物圈，有抗药性基因细菌的比例是一般海水的10倍，而且可能会对海流下角传播断开。这些微粒在这些水体里面就成为一个非常好的可以去交换基因的场所。它是不是可以跑来跑去？那是不是可以有机会把这些抗药性基因带到更远的地方？海洋大学的另外一个研究证实，内米寸球的塑胶微粒啊，入去海里会互食物链的基础甲浮游的食物生出更较黏的物质，甲更较侪污染物可做伙，因为安尼可能会冲击到海洋调节气候等等的功能。学者呼吁讲，即马塑胶微粒的高度也无算伤悬，要是有机会会当主动情形恶化，因为减用塑胶甲使用海洋会当分解材质的物件，应该积极来推动。记者综合报道。我来关心文化，咱来讲歌戏，专门伫咧做小段的艺术家王金英女士，对电视、电台做咧甲大舞台出名规世人。有一句名言，叫做有麝自然香，何必东方立？这就是讲，若有真本顶，就毋免惊变化的环境。近来经过查某囝的支持，嘛成立一个团体万男士，正就是要发扬歌戏的水，甲台语艺术的真本顶。爱情亲像咸酸甜，绑着你就规手黏贴贴。你若无较紧甲洗互清气，到尾啊你就会高高甜。趣味佮有意思的四句联，其实充满真侪生活智慧甲文化内涵。一生奉献予歌戏演出的王金英老师，发觉到这几年来早期念唱的传统渐渐失传，所以嘛想办法要来保存珍贵的歌戏文化。这个传统的物件。讲创新不脱离传统，传统不脱离社会。这个传统的物件，你若甲这个社会来脱节，就袂引起共鸣。你要用安怎来讲，人较会记的，用戏剧的，用生活化，用煮饭也用来讲四句联。万男士成员之一的吴玉晶，原本对歌戏只停留伫野台戏的印象，实际接触才了解歌戏的优美。但是，若要推广歌戏，就爱先听有台语。一开始是想讲，歌戏少年人连台语拢听无啊，是要安怎听歌戏？所以就开始做一寡跟歌戏有关系的台语的影片，爱互大家安尼看。是台语为主，毋过有掺一寡歌戏的元素入去，安尼豆豆下大家熟悉安尼。负责影片制作伊嘛为生活中找题材，互大家会当看到古早时代的生活智慧。其实真侪是王老师伊家己，因平常时看阮开讲，就是讲我迄时阵伫戏台、伫戏班的时阵，像有一个三更的影片上新的，就是伊扛迄个小米老师因两个开讲，小米老师讲，我会晓做迄三更的，佮会春秋的外交的，我就感觉真趣味，就开始翕安尼。趣味的影音内容、丰富的歌册收藏，拢是希望民众会当了解旧时代生活的台湾风俗，嘛毋忘将这寡属于台湾珍贵的文化资产代代相传。记者杨淑晴、张若水台北采访报道。咱再来看南投鱼池乡的头社，有一搭真出名的活盆地，这片是湿地。在庄的民众搁踮遮种大片的水石榴。近来县府文化局嘛甲这片铺产的特殊景观公告做县内第3大有形文化的资产。
日月潭头社外盆地下面的蓝马地泥炭土堆积真侪天池，农民伫参花甲荷花种台湾特有种的水下流、固化保护土壤，呈现特殊的自然景观，嘛吸引不少游客。以前呢，少主在这边湿地的时候是以草绕木，成土以种稻，就是用浮田的方式。那久了就把这整个日潭给填平了，就一整片的田，所以它具有很高的那个农耕文化跟自然地景的历史。有10外公尺深的头社盆地下骹的草泥炭蓝马地，是目前台湾高气候研究中涵盖年代上久，嘛是资料上丰富的区域。为着保护这块大自然的资产，经过县府文化局的审查，公告列作县级有形文化资产。希望能够好好来保存这样的一个特殊的地质景观。因此呢，经过我们南投县政府的文化审议委员会一致通过，把这个地方列为文化景观。经过南投县政府文化审议委员的决定，头社铺田通过县级文化景观的核定，除了避免大规模的开发，嘛希望这个有丰富先民智慧的外盆地，会当有更较侪研究加传承。记者综合报道。再来讲，嘉义县民用的卫生所特别邀请设计造型的美容师来甲老大人上课。教时代穿衫装摊了后，就当翕相传起到网络顶。但都有长辈表示讲，学少年家的步，家己嘛变了女少年，忧郁的病情嘛好一半去了。透过造型师的打扮，阿嬷看起来变了更较少年，伊嘛欢喜的跳舞互大家看。嘉义县民雄乡卫生所的老大人课程，邀请造型师来教时代安怎装会用变完美。迄小姐装安啦，我普通时也无装安尼啦，普通时也穿啊要互笑哦，对啦，迄小姐敢装安装安尼。造型师教时代安怎经衫的色，问哪替因装，佮教因翕相的时阵爱登的姿势。无共一般长照课程的内容，互来遮上课的时代是愈来愈侪，甚至佮改善因的语境。我爱食忧郁症的药，我来食啥变无咧食，足欢喜的安尼。有当时啊，样样就感觉心情足压抑的安尼，拢安尼袂快乐安尼，啊嘛遮酸啊遐疼安尼，就反正都无精神啊，即马精神继续好的安尼啦。他们可能也不想让人家知道啊，我们是透过这个来的长者，然后他觉得这样不错，然后就把他引荐进来。这长辈活来到湾区，嘛去因着家己航空站，所以伫8月的时阵，嘛要邀请因来航空站代言，替因翕一寡宣传的相片。我们今年在拍这个完美照片的时候呢，又有一个很特别的机会，我就是跟那边的组长联络上，他就说：“哎，老师，那我们是不是可以来一起再合作，请他们来代言我们航空站的一些业务？”这个课程是伫去年的补助计划之下开办，丰富趣味的内容，互来上课的时代心情拢变了较好。目前计划已经结束，但是时代也是希望会用继续上课，所以卫生所嘛表示会继续想办法来募资，照顾这50多位的时代。记者林伟霆嘉义报道。咱搁来看清华大学学生所组织起来电动赛车研究的团队，但发表新设计第5代电动赛车 TH05，尤其车队9成的经费拢是同学家己去装出来。即阵因嘛和科技公司合作，开发出全台湾头一套电动赛车4链驱动的系统，吹油加速特别紧。明年嘛去到日本争取赛车比赛的冠军。80到100加速只要开2.7秒。这台由清华大学动力机械系学生团队所开发出来的电动赛车，其中整体动力系统中所有的物件都是台湾制造。电池改变成能量密度更较高的3元电池，大大降低车的重量。马达驱动技术本身就是一个比较高深的技术，那还有4个马达都要有一个驱动器，那每一个驱动器都会有互相的电池干扰。那消除这些电池干扰，其实是四轮驱动的电动车蛮重要的一个环节。另外，第一车的外观顶悬，除了看起来真水以外，佮使用高强度的碳纤维抗力套件，大幅减少压力，提升车的速度。那由于它其实重量比一般的轿车都轻很多，所以主要感受到速度的时候，不只是在直线会有明显的贴背感，其实在转弯的时候会是最明显的时候。目前团队总共有50几个人，第明年要参加第日本所举办的学生方程式赛车，期盼会使帮助台湾赛车研发的技术在世界上发光。记者张君豪，新潮报道。
观众朋友，咱甲大家报告讲，下晡新竹空军基地发生有直升机坠落的意外，目前人员伤亡的情形还佫未当确定。若有上最新的消息，就要请你锁定公视台语台每一节的新闻。下晡报天气变化啥款，咱来看各地头详细资料。家人台北新北头顶苗，32度到36度。台中彰化云林南投嘉义30度到34度。台南高雄屏东30度到33度。宜兰花莲台东31度到36度。金门马祖澎湖30度到35度。感谢你收看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郭国晶。明仔下晡3点咱再会，多谢你。大江讲一句，台语有意思。大江一句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头家啦。今仔日要甲大家绍介的词，就是咱做工课定定会用到的家私。家私汉字写作家私，罗马字写作哥A家私伊私，家甲私拢是第一条。在生活中，咱会用到真侪家私，亲像做工的时、修理物件的时、烧拍的时。喂，唔通烧拍啦！只要是用得到的，咱拢会当讲是家私。较细项的会讲家私头啊。喂，你好。哦，恁讲恁兜有一款物件歹去啊？好啦好啦。师傅念有炸家私过来修理啊！我头家啦，请问恁兜有啥物物件要修理啊？亲像这台电风的挂落去，就要用罗赖吧，甲锁好安，较袂冷去。啊，若像这块茶椅啊，酷酷显，我就会用片子甲钉啊背起来，用钢推啊钉新的钉啊。安尼椅啊才会用。我们若是头家，嘛是一个电器的医生，处理电器问题时，定定爱用电线。为了无法互伊烧拍电，我拢会用电火布，甲接线的所在甜甜好好势，较袂危险。另外，甲大家介绍我上常用的家私，就是文公尺。这种尺若会当好春秋，阁有真侪特别的刻度，会当算出好格调的寸尺。为着要提供乡亲更较齐全的服务，做头家我开动笔，下一寡食饭的家私，亲像这支电钻啊，咱即马就来装看卖，来，你过来。这就是人讲吼，
无内在，搁嫌家私歹。明明是家己无才调，煞来嫌家私无够好。六家私头啊，罗奶吧，献纸，讲推啊，电火布，文公笑，电砖啊，无内在，搁嫌家私歹。那需要头家服务的所在，一通电话，家私摕来，我随到。今仔日的大讲一句就讲到这，多谢观众朋友的收看，咱后摆再会。